內地人話我哋加個微信啦，香港人話我冇微信啊。點解大部分香港人唔用微信？咁佢哋用乜通訊呢？答案係 WhatsApp。WhatsApp 同 WeChat 有乜區別？首先佢係唔需要加好友，有電話號碼就可以直接對話。第二 ，WhatsApp 冇朋友圈功能。第三 ，WhatsApp 可以睇到朋友嘅上線狀態，發俾朋友嘅信息可以知道讀咗未。咁點解香港人唔用微信？其實係因為 WhatsApp 好早就進入香港市場，大家用習慣咗就比較難換。但有一部分香港人係會用微信嘅。第一係有需要同內地親朋好友聯繫，第二係商業用途做生意需要，仲有近幾年香港流行電子支付，因此好多人都開始使用微信。龍豐集團與時俱進，全部門店都支持微信支付，多種支付方式讓大家 shopping 更加便捷。你覺得微信會成為未來香港主流嘅溝通軟件嗎？歡迎評論區一齊探討。好消息，依家唔使去香港都可以買到正宗港貨啦！微信搜索龍豐商城小程序，選擇香港龍豐線上官方直營店，與門店同貨同源，一鍵落單即郵到屋企。關注龍豐集團更多灣區資訊。